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即马实行的诈骗是愈来愈多。根据警方的分析，不法集团除了用假投资等等的方式来甲民众骗钱，佫会想空想胖，或者受害者提钱来抵押来借贷来。业者建议民众会当申请地籍移动即时通，不动产若受变动的情形，会当查得到。他是你的谁？侄子。他是你侄子？侄女还侄子？到底是孙啊，是查某孙？查甫人的讲法一直变。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这个女儿啦。见过吗？你确定？长这样？查甫人虽佫解讲，领这笔钱是要互朋友的查某囝。如果你觉得这边不好意思，我们去小房间讲，好不好？警方当场发现，这个71岁查甫人伫LINE熟识一个讲是香港的女网友，互对方的甜言蜜语洗脑，相信因的感情。以汇款逃税为由，要求老翁将新台币146万元汇至指定账户，声称用于处理手续费责让问题。诈欺百百种，警方最近侦办愈来愈多人去地面师骗去的新型诈欺。台南的这个情侣的自杀，或者是内湖母女的自杀，这里面都不是只有诈欺被骗而已，关键都是房产有拿去做高利贷的抵押。如果是一般银行借款，照会至少要7天，诈欺集团就告诉你，我就是给你3天，那我介绍金主给你。要预防民众不动产去人骗去，刑事局建议地政等单位比较金融机关，加关怀委员做贴地，尽量缩短处理的时间，随通报警方到场，业者是点出伫进前的作业防范的重要性。地政事务所每天的案子那么多，他不可能说一一的请客人来这边来做了解，或者是说所以可能还是从前次的预防。如果我们有一级移动即时通，那我想在家的老人或者在家的儿女就会收到这些及时的讯息。业者建议包括宽证、印鉴印啊、印鉴证明、身份证，唔通随便交予别人，也当申请地籍移动即时通，随关心家己的厝体任何变动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